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。大家共下来学讲客话哦。今天要学的客家话是亲子对话。小朋友放学回家喽，妈妈就用客家话问他了：你今天在学校有意思吗？好玩吗？你今不你都好搞神奇么？跟我念哦，你就是你，今不你。今不你这个学很多次了 ，today 今天都好搞在学校都好搞就是学校，神奇嘛，神奇就是很有趣啊，好玩啊。你今不你都好搞神奇嘛，哎呀，跟着念好好哦。你说，哎呀，很好玩啊，今天上学很有意思啊，一神奇呀。一神奇呀，就是很有意思啊！再来，你今不你都好搞有考试吗？今天在学校有没有考试啊？再来，你今不你都好搞有考试吗？考试就是考试。小朋友说有啊，我考100分，我考100分，我考就是考试那个考。100分，分就是分，很好记哦。再来，妈妈也可以问咯啊，今天在学校有没有打球啊？怎么全身打得脏兮兮呀？你今不你都好搞有打球的嘛？再来一次哦，你今不你都好搞有打球的嘛？有啊，我有打排球，我有打排球哦。有啊，我有打排球，再来打排球。念得很好。有啊，我有打排球，会了吗？哎呀，亲子对话和乐融融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剩下时间，学位老师介绍音课喜相逢。来，有一句话呢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。对，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叫做别人家龙床，龙你知道吗？龙床，但是呢，还比不上自己家里的狗窝呢。客家话这么讲，跟我念哦。别人家龙床，唔当自家狗兜。再来一次，别人家就是别人的龙床，龙床就是龙床，唔当比不上自家嘅自己的，自家嘅自家的，自家嘅狗兜。再来一次，狗兜就是狗窝。英文怎么说呢？There's no place like home， 对吧？没有一个地方是 like， 就是像 home， 像家里一样的。所以英文说 There's no place like home。客家话怎么说？来念一次。别人家龙床，唔当自家嘅狗兜。I'm boy， 我们就学到这喽。接下来嘴巴借学老师开口念哦。第一句来，你今不你都好搞神奇么？一神奇呀！你今不你都好搞有考试么？有啊，我考100分。你今不你都好搞有打球的么？有啊，我有打排球。别人家龙床，唔当自家嘅狗兜。好，今天就学到这了，安子 say 拜拜。